来看基隆上丰营区的弹药库昨发生爆炸意外，造成9个官兵受伤。总统蔡英文透早有去三总探视，因为这上丰营区附近都是加油站甲徛家厝，居民是拢真惊吓。基隆市长陈国良就要求国防部爱甲弹药库刷走。若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会照步来处理。 透早就赶去三总来探视，因为爆炸案受重伤的士官。总统蔡英文来慰问家属，强调讲一定会用上好的医疗，让伤者早日康复。那比较严重这2位，基本上初步处理，现在看起来也都还稳定。短者的一个医疗团队啊，那就希望给我们这些弟兄最好的一个照顾。我们有这方面专业的一些专家啊，现在投入来调查跟了解，那厘清状况发生的原因。 基隆上丰营区弹药库20时发生爆炸案，造成真侪个士官兵受伤。因为营区挖近加油站、市场生活区，基隆的民众嘛拢真关心这件爆炸案。当然是大家是上愿意啊，对，所以拢较无人住的所在啊呢。政府也要有作为，把它做好安全，跟给人民有充分的明白。 基隆的居民希望讲生活会当平安。基隆市长谢国良伊的态度真坚定，要求国防部都要紧的来签刷弹药库。弹药库要迁走，已经是蓝绿两党在当地的一个共识。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共识之下，我们可以跟国防部在一定期间内好好协商，然后希望完成弹药库迁移。它弹库的位置绝对是 偏开这个居民所在的地方，因为这件事情要整个要搬迁，我跟各位坦白报告，我们需要时间，要逐年来，好吧？这点特别请大家能够谅解一下。对谢国良还有地方南力的议员要求签刷的诉求，透早嘛来探视的国防部长邱国正，伊是表示讲，要签刷弹药库，这唔是讲随讲个随会当做，都爱照期间来处理。希望大家会当谅解，嘛强调讲。 弹药库检查的士官兵，唔是凊彩掠公差来的，拢是有合格证照的。爆炸案一定会来进一步甲背回好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